首先就係大利烏王喺佢群臣嘅煽動之下，頒布一個指令，係嚴禁向王以外嘅任何人或者神嚟到去祈求。喺古代近東嘅裏邊，王往往以神明嚟到去自居，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大利烏王佢就俾嗰啲妒忌但以理嘅群臣嚟到去煽動，藉住立出呢一個唔可以嚟到去敬拜大利烏王以外嘅神明或者人，嚟到去將但以理推入一個死角嘅裏邊。但以理雖然知道，但係佢竟然明知故犯，佢依然堅持向神嚟到去祈禱。於是乎，同佢為敵嘅同僚就紛紛嚟到去參佢抗旨，並且奉旨要將佢嚟到去投入獅子坑。不過神卻係喺呢一群餓獅嘅裏邊保守住但以理安然無恙。大利烏王釋放咗佢，並且同時懲處咗加害於佢嘅人。呢個故事有兩個好清晰嘅教訓。第一，就係神自己嘅子民或者僕人應該係無所畏懼，面對住任何威脅都唔應該動搖佢對神嘅敬拜或者祈禱。雖然我哋知道未必喺肉身上面神會拯救，但係神卻係救但以理脫離咗呢一次嘅患難。呢一個可以成為咗我哋嘅參照。神係有佢自己嘅主權，佢是否願意嚟到去喺一個環境嘅裏邊救我哋出生？喺過去我哋睇見有好多人為主殉道，好似我哋睇完但以理呢一個嘅例證之後，一方面我哋嘅安慰就係神可以 ，He is able； 另一方面神係主 ，He is Lord， 佢嚟到去有權讓我哋透過殉道或者繼續生存落去，嚟到去見證上帝嘅大能。另外一方面就係但以理嘅篤信同埋得救，佢認定咗敬拜嘅中心唔係大利烏王，佢認定咗敬拜嘅中心係神自己，神先至係嗰個應當接受敬拜嘅。故此，同僚亦都藉住呢個機會，知道咗但以理對上帝嗰個絕對嘅忠誠，嚟到去用呢一個擺佢喺一個陷阱嘅裏邊。但以理卻堅守佢自己同神之間嘅關係，輕看唔單止佢自己作為總督以上嘅總督呢一啲咁嘅位份，甚至佢看上帝同佢嘅關係比佢自己嘅生命更加重要。所以喺過去呢6章嘅裏邊，但以理書唔同嘅人，但以理自己同埋佢幾個朋友面對住第1章分別為聖嘅考驗，第2章能夠明白神啟示嘅考驗，第3章佢3個朋友至死忠心嘅考驗，第4章佢冒死進諫嘅考驗，第5章輕看權位嘅考驗，同埋第6章屬靈操練嘅考驗。經歷過咁多嘅考驗，神喺不同嘅期間就將神佢自己深層裏邊嘅心意嚟到去向呢一個願意付上生命嚟到去跟從佢嘅但以理嚟到去作出啟示。今日基督徒唔少嘅時候話唔能夠明白神嘅旨意，其實究竟係唔係我哋喺面對考驗嘅時候，我哋經唔起考驗呢？定係我哋根本對神嘅心意冇咩興趣，以至到我哋只係希望能夠安舒咁過地上嘅日子？但以理嘅一生可以成為我哋嘅參照。嚟緊我哋會用2堂嘅時間嚟到去探討但以理喺後邊嗰幾個異象。我哋求主保守我哋，讓我哋唔單止認識但以理書裏面嘅信息，更加能夠好似但以理咁樣成為神自己忠心嘅僕人。